今天收到荃灣區的車友給閘門發來了車鑰匙，叫閘門幫他升級改裝手機控車智能液晶鑰匙。拆開快遞是一把這個福特的汽車鑰匙。閘門拿到鑰匙之後，第一時間先來檢測一下鑰匙的信號。鑰匙的話沒有電沒有反應，但是不影響。閘門這邊升級改裝哈。現在拿出工具把殼子拆開，取出鑰匙的主板芯片。這邊升級改裝，車鑰匙是不分車型的，不管你是什麼車，新款車、老款車都可以進行升級改裝。拆出殼子，取出主板，再放到工作台上，接上閘門準備好的液晶鑰匙排線，先把這個按鍵的線路給它焊接牢固。以後如果你想要改回去，想要恢復回去，也可以自己恢復回去的。線路焊接好，再拿出閘門挑選好的液晶鑰匙，再把主板裝上去，就可以裝上主板，蓋上後蓋。現在一把全新的福特汽車鑰匙就升級完成。這位車友粉絲選配了中國紅色的液晶鑰匙，非常好看。對比一下閘門這個舊鑰匙，外觀檔次完全不一樣，變得非常的有科技感。升級好的鑰匙會升級，靠近車是車門自動解鎖，離開車是車門自動鎖車。升級自動感應功能，而且還可以連接手機，可以手機控車，也能備註車主電話，鎖車升窗，會升級很多老鑰匙沒有的功能。現在鑰匙升級好，檢測沒有問題就可以發回去。